呢個頻道係專為食齋念佛、修證到法門嘅人而設。如果你唔係食齋念佛、上佛嘅人，呢個頻道就未必啱你啦。好，我哋開始啦。今次講臨終嘅安排。大家知道，我哋修淨業嘅人係為咗往生極樂世界。往生極樂世界嘅意思就係要超出輪迴。咁臨終嘅時候就十分之緊要。臨終嘅時候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要正念分明。正念分明。平時念佛多數都唔能夠正念分明，即係呢個係一般我哋念佛人嘅境界嘅程度。所以大師對於一般人一般念佛嘅人有非常之誠摯嘅勸告，就係要叫屋企人喺你臨終嘅時候為你助念，即係話自己修行、自己修呢個法門，當然十分之緊要。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嘢，就係叫眷屬、叫仔女為你助念。因為臨終嘅時候，你嘅身邊照料嘅人啊，如果佢哋唔知道點樣幫你嘅話，你就唔能夠往生。呢個係咩意思呢？大師係咁樣講：病人將終之時，正是凡聖人鬼分判之際，一法千鈞，要緊之極，斷斷不可使草換衣，或移寢處。人比如何坐臥，只可順彼姿勢，不可稍有移動，亦不可對之生悲感想，或致哭泣。以此時身不自主，一動則手足身體均受咬折扭捏之痛，痛則親心生，痛則親心生，而佛念息。若見悲痛哭泣，則情愛心生，佛念便息。此時所最得益者，莫過於一心念佛；所最貽害者，莫過於妄動哭泣。好，大師開始講到呢一度。喺臨終嘅時候，大家聽到一係就親心生，一係就愛心生，兩種都唔係正念，兩種念都令行者唔能夠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修行嘅人一定要注重臨終嘅助念，一定要注重臨終嘅助念。